無綫嘅香港小姐選舉近年受關注度日卻下降，但今年因為一個參選佳麗而備受關注，佢就係嚟自墨爾本嘅註冊社工陳雨薇。佢喺自我介紹嘅時候講咗一句說話，觸動咗好多市民。到底佢講咗啲咩呢？點解大家咁受觸動呢？節目嘅另一個新聞事關醫管局。過去5個財政年度，醫管局10幾名高管薪酬開支總計高達3.91億元，平均每年約為8000萬，高層年年加薪，跑贏公務員大市。今集我哋就根據最新立法會數據，醫管局2024-25年度年報，同大家深入拆解醫管局高層同前線醫護待遇差距，分析一下納稅人嘅錢係咪用得其所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頭條，我係心妍。我哋嘅節目星期2至6都有更新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點擊訂閱、留言、分享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進入正題。根據醫管局最新公布嘅2024至25年度年報，醫管局嘅年度總收入已經突破1012億港元，其中政府補助佔大約875億元，盈餘按年大減46% 至5.24億元。但員工成本就高達658億元，佔整體開支超過65%。其中醫管局高層人工高到令人瞠目結舌。醫管局主要管理人員共有15個，包括行政總裁、聯網總監、總辦事處各總監及其他部門主管，負責規劃、指令同管控醫管局事務。佢哋嘅薪酬開支情況如下。前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生，截至2025年3月底，年薪高達707.1萬元，按年增加20.4萬元，加幅大約3%，平均月薪58.9萬元。過去5年，由620萬元升至710萬元左右，年均加幅3.5%。呢個加幅已經跑贏好多公務員高官，仲高過特首李家超563萬嘅年薪。除咗行政總裁，醫管局5大最高薪高層總薪金為3018萬元，其中港島西聯網總監李德麗年薪達到636.6萬元，按年升近15%，加薪212萬元，增幅最驚人。新界東聯網總監鍾健麗570.7萬元，九龍東聯網總監楊帝剛551.9萬元，九龍中聯網總監張福賜551.8萬元。另外有一位亦都係高薪級別。喺2020至2025過去5年財政年度，主要管理人員薪酬總開支由7780萬元升至8260萬元，累計近3.91億元，平均年增幅1.6%。雖然局方解釋個別年份有跌，但整體趨勢向上。2024-25年度基本薪金同短期福利按年升近9%，大約600萬元。撇除新增工程拓展總監職位、退休假期折算同既定增薪點後，實際升2.06%，大約係142萬元。睇返前線醫護薪酬，參考醫管局一般職系薪級表，2024年4月調整後，醫生系列年津貼大致範圍如下：住院醫生月薪介乎7.1至13.2萬，年薪大約85至158萬。副顧問或者高級醫生月薪介乎12.8至14.7萬，顧問醫生月薪介乎16.4至26.5萬，頂薪已經接近臨床醫生高層。護士系列普通科年津貼，登記護士月薪介乎2.3至4.9萬，2024調整後起薪大約2.2萬。註冊護士月薪3.6至5.9萬，起薪大約3.5萬。資深護士或者病房經理月薪6.2至9.4萬。更高，例如部門運作經理或者顧問護師，可達9.4至11.2萬，甚至更高。人工差距有幾大呢？行政總裁1年人工等於4.5至8倍前線住院醫生年薪，比註冊護士年薪大約44至70萬高10倍以上。高層個別加薪15%，前線多數只得1至2%，跟隨公務員調整。過去5年公務員多數凍薪或者低加幅，今年建議加2%，前線醫護加薪往往更保守。中層高級醫生及副顧問醫生人手連續5年下跌，前線人員短缺持續，醫生流失率高企。尤其目前經濟環境差，公立醫院收費有所調整，市民醫療開支增加。喺咁嘅背景下，醫管局高層優厚嘅人工顯得不合時宜。
6月10日，選委界立法會議員陳凱欣喺立法會上質疑，喺醫療事故頻生嘅情況下，局方高層薪酬就又創新高，又遇平衡時空，敦促主要管理人員薪酬同表現掛鈎。佢追問醫管局所指嘅績效指標係基於乜嘢標準？署任醫衛局局長嘅副局長范本文支吾以對，一度窒機近10秒，不斷揭翻文件，之後吞吞吐吐咁重複一啲答非所問嘅內容，場面尷尬。民建聯何俊賢就質疑醫管局 CEO 年均加薪3.5%，加幅等同年年跑贏公務員，反觀前線員工加薪可能只有1至2%，認為真正要加薪留住嘅係前線員工，唔係高層，盼局方教我哋向市民交代。范婉文僅指部分幅度可能源於觀感上嘅差異，為答到最後，大主席李慧瓊直指局方未能充分回應提問，要求稍後再補充。選委界何君堯都加入戰團，質疑醫管局薪酬機制實際上同公務員薪酬機制脫軌，更毫不客氣咁話治理好辛苦，呢個問題你未必有咁嘅水平去答，你返去研究一下。陳凱欣會後向媒體表示，現時醫管局高層人員嘅薪酬透明度不足，年報只會交代最高薪5名管理人員薪酬，其他高管唔包括在內。此外，高管加薪幅度無嚴謹機制，不時出現離地加幅，到底佢有幾咁超卓，值得加咁多呢？應該交代一下。公眾睇到都難免會問，高層筍工背後係咪犧牲咗前線同病人嘅利益呢？點解形成咁大差距嘅？睇返資料，醫管局成立於1991年，薪酬機制原則上參考公務員，但有彈性，旨在吸引醫療管理人才。局方同主席范鴻齡一直強調，高層管理規模巨大，責任重大，包括臨床服務、行政、後勤、基建、危機管理同全港醫療政策協調。高層要處理大型項目，例如啟德醫院興建、資源分配、醫療事故調查。面對私人市場或者海外挖角競爭，高薪係必要投資，否則系統崩潰，影響全港700萬人醫療。但前線醫護直接面對病人，日夜輪更，工作量都唔少。雖然香港住院醫生起薪高於新加坡2.3倍、英國2.1倍，註冊護士起薪亦都領先，但工作壓力遠超其他地方。醫護忙到冇時間去廁所，長期超時工作、on call，心理壓力大，導致人員流失嚴重。中層醫生人手連跌5年，真正需要加薪留人嘅係前線。歷史因素方面，醫管局薪酬設計初時參考公務員同私人市場，認為醫療管理人才全球競爭激烈，但現實中高層被挖角壓力相對低，前線先係重災區。人口老化、經濟下行，市民對公立醫療依賴高，導致醫療需求爆煲。每年服務2000萬人次，公帑壓力大，政府補助每年875億以上。一邊高層加薪年年跑贏公務員，另一邊前線士氣受影響，肥上瘦下觀感強烈。更深層，公營醫療系統如何平衡人才挽留同成本控制？高層責任重，但前線係系統基石。冇前線醫護揾命搏，高層管理再好都係空談。呢種差距唔係一朝一夕形成，而係多年機制累積，加上外部環境變化，結果就係今日大家見到嘅情況。前線醫護每日喺醫院走廊奔波，高層喺辦公室睇報告，兩邊世界表面聯繫緊密，但待遇同壓力就差天共地。呢個話題喺社會上引發熱議，支持一方認為全球醫療人才戰，管理層高薪係投資，強調醫管局高層責任重大，管理失誤影響全港。反對一方認為醫管局屬於公營機構，主要靠政府資助，每年數百億至千億，全部係納稅人血汗錢，質疑喺有限資源下，呢啲錢用喺高層厚薪，定係應該優先改善前線人員、設備同服務呢？尤其前線先係直接接觸病人、維持系統運作嘅主力。喺資源有限嘅情況下，高層厚薪若果持續，會令人覺得公營機構運作偏離以民為本，變成高層自肥。畢竟作為公營機構，高層人工要對得住市民嘅期望。令人跌破眼鏡嘅係，呢種現象唔單止醫管局獨有，機場管理局屬於香港政府全資擁有嘅法定機構，佢嘅高層管理人員薪酬屬市場機密，未有全面公開全體名單。然而，依據公開資料同年報數據，行政總裁基本月薪超過港幣50萬元，而其他總監級及見習行政人員嘅薪酬架構都唔低。以前任行政總裁林天福為例，
佢嘅年薪曾經達到1113萬元，推算佢每月底薪、連浮動薪酬及各項福利，平均每月薪酬達港幣92萬元以上。香港政府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，即係港鐵公司嘅絕對控股大股東，透過財政司司長法團持有大約為74.45% 嘅股份。佢嘅行政總裁薪酬水平，以現任行政總裁楊美珍為例，基本年薪約為816萬。在此之前，前任行政總裁金澤培喺2022年創下逾1680萬元嘅高層年薪紀錄，其中包括大約1010萬嘅基本底薪、540萬嘅表現掛鈎獎金以及退休金供款等。另一位高薪 CEO 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現任行政總裁馮程淑儀，佢嘅年薪高達660萬，平均月薪約為55萬。西九文化區係政府全資支持同控制嘅公共機構，但法律上係獨立法定機構，而非政府全資附屬公司。管理局有自己嘅董事局同行政團隊，但最終大方向同資金來源高度依賴港府。管理局長期有巨額赤字，2024-25年度經常性營運赤字料近10億元，需靠政府撥款、借貸或者放寬住宅發展賣地等措施維持。今年7月1日起，西九管理局場地將設自助捐款機，呼籲市民支持。喺呢個情況下，行政總裁人工仍然高達660萬，真係物非所值。總結嚟講，政府庫房年年入不敷支，借債當收入。除咗特首同一班問責官員可以繼續享受世界級高薪，靠公帑維生嘅公營機構、法定機構等管理層都同樣享受世界級高薪。即使機構收入大減，甚至賠錢，但高層人工一樣升。只可以話今日香港呢樣加，嗰樣又加，啲錢係用嚟俾班高層加人工嘅。唔怪得知有網民形容香港係國際自肥中心，高薪養廢，納稅人幾咁不滿都係要交稅，呢個就係新香港嘅奧妙之處。有時一個城市嘅變化唔需要睇 GDP， 唔需要睇股市，更加唔需要睇特區政府份施政報告，睇一場香港小姐面試就夠。以前香港小姐係咩呢？有人話係選美，有人話係娛樂工業，有人話係香港中產階級嘅童話。無論點講，香港小姐一直都係一面鏡，照出香港當下嘅社會氣氛。所以今年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唔係邊個佳麗3圍幾多，亦唔係邊個擁有碩士學位，而係一位嚟自墨爾本嘅註冊社工陳婉薇。陳婉薇係社工出身，接觸過殘疾人士，做過臨終服務，同臨終者共處係一門極需修煉嘅學問。陪住一個人走到生命嘅盡頭，學識嘅係珍惜，係放下，係睇清楚乜嘢先至係真正重要嘅嘢。佢話呢段經歷令佢意識到健康同時間係人生最大嘅財富。佢喺自我介紹最後講咗一句說話，希望藉住呢一個平台呼籲大家關注精神健康、社會公義同埋弱勢群體。香港人加油！短短10幾個字，如果放喺10年前甚至5年前，大概冇人會覺得有咩特別，但放喺今日香港，竟然令成個網絡炸開。因為唔知從幾時開始，香港人加油已經變成敏感詞。有網民替佢擔心，話佢應該已經落選，我好擔心佢。有人話等睇幾時被 DQ， 仲有人話呢啲先係真正香港小姐應有嘅質素。你發現嗎？以前選港姐大家討論美貌，今日選港姐大家討論政治風險，呢個先係成件事最荒謬嘅地方。因為一個正常社會，勇氣唔應該成為稀缺品。但當環境變得越嚟越壓抑，連講一句普通說話都要計算後果嘅時候，任何正常人做正常事都會突然變成勇敢。陳婉薇到底勇唔勇敢呢？我相信佢自己未必覺得。一個真正勇敢嘅人通常唔知道自己勇敢，佢只係覺得有啲說話應該講，有啲價值應該守，有啲人值得被看見。就好似以前香港有好多普通人，老師做好老師，記者做好記者，社工做好社工，律師做好律師，醫生做好醫生。當每個人做好自己本分，其實已經構成咗一個文明社會。但當有一日連做好自己本分都變成一種風險，社會自然開始變得奇怪。網民有句留言我特別有感覺，睇得到佢個人好靚，係由心發出嚟嘅嗰種靚。我覺得呢句說話其實講得幾好，因為真正嘅美麗從來唔係五官。香港小姐歷年有太多美女，有啲紅極一時，有啲後嚟成為明星，有啲嫁入豪門。但過咗幾十年之後，大家仲記得嘅往往唔係邊個最靚，而係邊個最有風骨。
風骨呢樣嘢化妝化唔出嚟，名牌堆砌唔到，學歷證書都證明唔到，只會喺一個人講說話嘅時候流露出嚟。陳雨薇最後會唔會入圍呢？我唔知道，會唔會攞冠軍呢？更加唔知道。但有趣嘅係，喺好多香港人心目中，比賽結果似乎已經唔重要。正如有網民講，佢已經係我心中嘅冠軍。呢句說話背後其實藏住一種集體情緒。香港人懷念嘅未必只係某個年代，而係懷念一種可以自由講說話、自由表達善意、自由關心社會，而唔需要擔心後果嘅生活方式。當一個社會連一句香港人加油都足以引起震動，反而證明咗呢句說話仲有力量。有網民講得一針見血，根據而家社會狀況，你已經落選，不過唔入 CCTVB 仲好。呢句話講嘅係笑話，但又唔係笑話。曾幾何時入咗 TVB 就等於入咗娛樂圈嘅大門，就係一塊令人艷羨嘅敲門磚。今日嘅 TVB 幾番風雨，幾度沉浮，已非昔日可比。TVB 已經變成咗 CCTVB。最後，請讓我講一句完全不合時宜嘅話。一個選美佳麗企咗喺燈光最璀璨嘅地方，講咗一句香港人加油，竟然成為咗新聞，成為咗事件，成為咗令千萬人揪心嘅片段。呢個本身就係呢個城市最大嘅悲哀，亦都係最大嘅諷刺。唔係陳雨薇嘅問題，問題在於我哋已經活喺一個連講加油都需要勇氣嘅地方。不過我都係要講，陳雨薇加油，香港人加油，香港頭條加油。因為我哋苦心經營多年嘅頻道喺不知原因嘅情況下突然被封，而家好需要各位觀眾幫我哋點讚、留言同分享，多謝大家。